诗篇第105篇，恁着感谢上主，求叫伊的名，伫万民中报扬伊的作为，着对伊吟诗，向伊唱歌学乐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，着夸耀伊的圣名。愿祈求上主的人心内欢喜，着倚靠上主甲伊的权能，不时祈求见伊的面。伊的奴仆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伊所敬雅各的子孙啊，恁着少念伊奇妙的作为，少念伊的新约，甲伊所讲判断的话。伊是上主，咱的上帝，伊的审判普及全地，伊记得伊的约直到永远，记得伊的应允直到万代。伊记得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对以撒所立的誓。伊将这个约，互雅各做律例，互以色列做永远的约。伊讲：我要将迦南地赐互你，做你应得的产业。迄时，因的人口有限，人数真少，因伫遐做出外人。因对即族行到迄族，对即国到迄国。伊无容忍人压迫因。伊为着因的缘故，谴责遐的君王。伊讲：毋通磕着我竞选的奴仆，嘛毋通欺负我的先知。伊互饥荒降落伫迄个土地，互所倚靠的美娘拢断绝。伊找一个人生气，就是受卖做奴隶的约瑟。人用骹扣扣伊的骹，用铁链连伊的颔棍。上主的话甲伊考验，直到伊的预言实现。王找人甲伊偷开。统治百姓的法老，甲伊偷放。王设立伊做宰相，掌管法老拢总的财物，通随意拔伊的人神，用智慧管教伊的长老。以色列嘛来到埃及，雅各出外伫含的地。上主互伊的子民生炭真多，互因比对敌较强。伊互对敌的心转去怨恨伊的子民。用开刻的计谋对待伊的奴仆，伊找伊的奴仆摩西，甲伊所敬的亚伦，伫对敌的中间行伊的新约，伫含的地行奇事。伊降落黑暗，地就暗蒙蒙。埃及人犹豫毋听趁伊的话，伊互因的水变做血，水内的鱼拢死。伫因的土地田蛤仔满满是，连王的房间都有。伊一个出声，雨神规阵飞来，搁伫因的境内有撒母满死过。伊就抛代替雨，降落死那伫因全地。伊扫倒因的葡萄树甲无花果树，毁坏因境内的树木。伊一个出声，规阵的草莓就飞来，做甲袂算得，甲因土地的菜蔬食了了，搁吞食因田园所出的五谷。伊拍死因国内所有的大囝，就是因养壮的时所生的种子。伊带因出来，带银带金。伊的支族中无一个软弱。因出来的时，埃及人大欢喜，因为埃及人真惊因。伊用魂甲因惹，迷死用火甲因照。因一个球，伊就互烟囱飞来，搁用天的食物互因饱足。伊拍开石盘，水就冲出来，诚侪河流流过旷野。因为伊记得伊神的应允，记得伊的奴仆亚伯拉罕。伊带伊的子民欢欢喜喜出来，带伊竞选的子民唱欢喜的歌，向前行。伊将列国的土地赐互因，互因承接别个百姓着无得到的财富，互因通遵趁伊的律例，遵守伊的律法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